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文说理。大人囡仔来学台语，今日来研究金喙念，来哦，念好紧哦。讲有一个姓布，手提一匹布，3步做2步，行到上车路，转钱1500，为着做头路，顶家下家来卖醋。卖到番薯路，看到一只兔，放落醋去绿兔，掠着兔刷摔倒醋，搁找无布，起一个刷脑壳。朋友啊，国情念了原来会串啦吼！这台湾话艺术，咱知全世界各种语言拢同款。你要产生一个话音的趣味，人听的人就会感觉真有意思。像咱常常咧讲迄个日客仔话。讲鸭卵结过山，讲看破，相同的意思，讲目睭金金看会破，这叫做会意理解意思的。不过另外一款叫做话音的呢，搁正原来定咧激励，敢毋是讲2角15线，2角15线，那就剩角5对，角5就是讲话音，1角5分就做角5，对代志有所角5嘛是角5。咱今日咧讲的紧喙念，就是共款讲话音的。讲共音的，啊，搁有讲共一个韵的。讲有一个姓布，手提一匹布，姓布的布，人的字姓布，甲手提迄匹布的布是毋是共音？共音搁来讲3步做2步的步，原价调有前差，行到上车路，上车路的路甲布甲路拢总话音，拢总倒句。转钱1500，为着做头路，顶家下家来卖醋吼，毋是干那头拄仔咧讲3步做2步，咧讲上车路，搁有转钱1500的5卖醋的醋，原来共款有倒句就对啊。讲倒句，你毋则感觉会趣味，毋则亲像国正安尼念紧会喘。咱用即个4句联啊，用即个紧喙念来教囡仔，就上介好的。啊，袂咧，讲啊袂完咧，讲卖到番薯路，看到一只兔，啊，这个人就贪心哩。已经卖布要卖醋，结果即摆看到兔，煞放落醋，煞去掠兔，到尾也无醋无布，起一个哦，讲到尾啊哩，还佫一音啦，头前拢无出现到的啦，起一个煞脑壳，所以吼，咱也招咱的囡仔互相来研究，敢若短啊这篇紧喙念，一来伊当学着讲醋，学着讲布，学着讲人的字姓姓布，学着讲上车路，学着脑壳。所以生活中真侪趣味的代志，做一摆拢教伊学到会，更上要紧的是学会晓台语的艺术趣味的所在。